来看花莲港的警察总队哦，最近有2个警察涉啉酒赛车甲性侵，佮发现讲有人进入管制区哦，佮上船。最近的状况真多，嘛引起外界的关心。9月7日，透早3点40分，花莲的警方咧巡逻时，发现一位姓林的男性骑机车海来海去，甲伊砸落来。这个男性拖30分钟才救出，救出到0.53，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罪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警戒的了。没办法，那酒驾零容忍。通融一下。虽然你做这工作，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吧？绩效的问题。这不是绩效的问题呢。对啊，你应该也知道公共危险罪是什么吧？刑法呢？这位花莲港务警察总队4名的警员红查到食酒骑车，原来对待有一位姓氏的警员，是互老母的看护指控性侵。不过姓氏的男性表示，2人早就伫2002年10月就交往。不过查某迄边否认提起告诉，港警总队先甲伊调离现职。平原酒驾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部分，将记一大过。另外列教育辅导调整服务地区，另薛员涉嫌妨碍性自主罪部分。本总队已与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共同侦办。除了红记案件，另外阁发生管制疏失。9月7日下晡2点40分左右，有一位27岁女性伫遮行入去有警员看守的花莲港公司大门口边啊，下过哪早走入去下骹管制区的码头。他还上了船是吗？哎，是的，没错。那他有表示他要干嘛？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意志不佳，只是表示他就只知道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他想要接近海。港警总队强调，已经把这位女性送去病院观察，也针对管制区甲互人撞入去的地点，击倒红外线的设备。另外，针对因的警员涉嫌风纪的案件，也会加强内部管理甲教育训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